般做法好多時都會將呢個位置。好多屋主買完新樓嘅時候咧，都好急住咁要搬入去喎。嗱，其實間屋嘅狀況好嘅話咧，未必一定要全屋裝修㗎，只需要局部翻新、訂做家私就可以做到心目中嘅理想屋企㗎啦。所以我哋喺有限嘅預算同埋時間裏邊咧，滿足到屋主嘅需求。好，而家即刻上去睇下。好啦，咁啊嚟到客廳位置，因為呢個係鑽石型廳啊。嗱，一般做法好多時都會將呢個位置去到拉翻直翻個梳化，令到佢電視機同個梳化係平衡。咁屋主今次就唔希望咁樣，所以淨係揾我哋咧做咗一組高身嘅電視櫃。咁側邊呢個位置啦，都係做翻啲收納空間。咁啊設計風格咧都係用翻一種淺木色啦，配搭白色，部分做翻啲調節嘅設計啦，呼應翻一個日式系列啦。因為原本呢個位置咧都應該可能會係掛電視嘅，所以我哋都會開定一個電視機嘅窿啦，方便佢之後咧個電視機上場。咁可能呢一刻屋主希望暫時將個電視機擺喺台面先咯。好，咁啊，我哋去一去個浴室睇下啦。咁啊，浴室嗰度咧，我哋都做咗少少嘅改動啦。因為原本咧呢個浴室咧係用一個掩門推入去嘅。咁屋主就覺得咧好阻地方，因為入到去嘅時候咧會好頂到個座廁。咁所以我哋咧就將原本個房門拆咗啦，然之後就改翻個外吊趟門咯。係啦，咁啊大大減低咗咧呢個廁所浴室裏邊壓迫感啊。咁啊，我哋再講埋個兒童房啦。咁因為屋主囡囡咧就主要都係呢個房間啦。其實屋主個小朋友都好細嘅，係啦，暫時都未係話好有一個需要好大嘅收納需求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都幫佢做定晒佢自己未來嘅日子啦，需要嘅嘢嘅，包括可能喺呢邊呢個位置啦，做咗一個大型到頂嘅衣櫃嘅。咁因為咧入門口就見到個衣櫃，咁所以喺呢一個位置咧，我哋都會做翻一個 display 櫃啦。咁我哋入到嚟個門口嘅時候咧，都會放到一啲展示品喺度，就唔會好似見到成個衣櫃喺你面前咁啦。下邊亦都有一啲嘅收納空間嘅。咁呢個位置因為都係個衣櫃啦，我哋都會做翻一個大少少嘅一個弧形啦，就出入嘅時候咧就唔會咁容易撞親啦。咁裏邊都有一個大型嘅收納空間啦，側邊呢個位置咧都偷咗少少位咧放一啲書嘅。咁顏色配搭方面咧都係用咗粉紅色啦，再配搭一隻米白色嘅，咁就個感覺咧就會開心啲啦。好，咁啊嚟主人房睇一睇啦。咁今次屋主就希望我哋盡量幫佢用晒成個空間去到做翻多啲嘅收納。咁首先喺窗台呢個位置咧都加做咗一張騎窗台嘅書台，但係佢就唔想同好似隔離小朋友房咁樣，平時有張台長期飛咗出嚟嘅，因為好阻住去使用啦，同埋埋邊呢邊有個衣櫃嘅關係咧，所以今次我哋用咗一個特別少少嘅五金。其實我哋之前好多作品裏邊咧都有用過呢一種五金噶啦，佢拉咗出嚟之後咧可以平拍翻上面嘅。咁做翻個台面咧係一個平面嘅設計啦，咁邊位咧都會收翻一啲圓角嘅設計啦，防止佢撞身啦。咁下邊都會有翻兩個細細哋嘅櫃桶仔啦，放下啲文具咁樣嘅。咁而呢邊咧，我哋就會做翻一個滿牆嘅大衣櫃啦，因為屋主都對於一個衣櫃嘅收納需求好大啊。咁其中一個要注意，因為度個尺寸嘅時候咧，都度得比較精準啊。因為屋主都比較高啦，咁啊，所以張床都需要做翻6尺3寸嘅。咁佢希望喺床尾同個衣櫃嘅中間咧，都會有一個位置咧，可以俾佢落到床啊，或者攞到衫咁。咁所以呢個位咧，我哋做翻一啲比較細嘅一啲門啦，方便佢係可以咧打開到個門嘅時候咧，都可以攞到裏邊啲衫咯。咁成個設計風格咧都係以灰色為主啦。咁再加上床頭呢度咧配襯咗一個藍色嘅床頭箍筍啦，成個感覺就會相對比較舒服啲啦。今次我哋都係用輕裝修啦，咁所以都唔係有對間屋有太大嘅改動嘅，主要都係訂做家私為主。咁用訂做家私咧滿足翻屋主嘅生活需求。嗱，咁啊帶大家參觀晒成個單位啦。咁啊唔知你哋覺得今次嘅設計啱唔啱你心意呢？如果嚟緊你諗住訂做家私，又或者係想輕裝修嘅話咧，都可以聯絡我哋。記得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啦，一有新片咧第一時間通知你。我係 Benny，下次見，拜拜。